从系苗栗三派提超限开发利用嘅案例，其实全推翻杜主。违法嘅建案接上未上向到第第三局下嘅人嘅案出，不過合法嘅也冇填出案出，從係兩日嘅落台水，造成你阿里山公路嘅土石流路過唔得，發生在回嘅素材其實處係合法宣傳整體嘅。就比論講，新北市嘅林口鐵田區機場超住1站區。發填嚟236公頃嘅土地，第二期以填地嘅計劃順頭，除係超過30土嘅價格，做馬和開發嘅等項，關係到推翻國土發展嘅全國國土計劃公告過後，後年5月初日，果然是嘅國土計劃也會公布。ND 就對其他要嚟兩套法律土地安落嘅情形，除為冇睇嚟希望，為推翻匆匆悠久發展下去。呢到底很強乜嘅？这个是牛角坡樟脑寮段小段的，就是现在盖合一住宅那个地方，叫做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就是下面这一块。下面就是这里嘛，你看它这个图是不是这样？这里哇，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衔接的嘛？山谷下去这样。將鐵絲圖同林口鐵田區機場車運 H 站起位圖情況下，看到主體已經開發含義出車，還有風險部分最開發嘅第二期，自救非成業，包含非常黃市強同陳天美帶人行山路，行到嘉檔巷，看講下喺新莊平陽。太行海同表橋也能等嘅家超過30土，竟然沒有男人都市計劃來開發。對應的位置在這個角落，紅線裡面這個框，這個邊這個角，這個就屬於那個機場捷運 A7 站區它所謂的徵收的第二期的範圍。那我們現在看我們這後面這個是個丘陵，一個坡地有沒有陡坡下去就是到新莊的新年公園。就內政府土地重劃工廠處嘅資料 ，H 站期計劃面積有236公頃，地區包含含義出車足有186公頃，離 H 站越圈亦到工體當地嘅組織，主要泰魯文化一路順行，萬乃看得到經常嘅廣告。陳天明小講 ，H 站期當地嘅開廠，台灣人為嘅奇蹟。一般來講，都市計劃初期都會先做好基礎嘅公共設施，結果也提起連基本嘅廢污水都沒處理好。它本身就是把所謂的林口特定區保護區給解編掉，那弄了236公頃的都市計劃，要容納那麼多人進來嘛？那當然我們所知道的，人進來一定要相對的民生、交通，還有廢污水的問題，總不能你在上面排水，我下面在受害吧？當初我們在抗爭的時候，也是有跟政府建議，你要做個環評之類，然後我們這邊也是有土石流的狀況，都有這樣像書面的建議之類，但是政府是不理啦。但是當初他在蓋這個的時候，這合一宅的時候，也是發生一些土石流的狀況，結果呢，政府還是說啊，那是小事情啊，沒什麼啊。土地這樣子一直在，萬一流下去的話，要怎麼辦呢？此叫非常黃市強社會係做到上下無幾year呢，新莊車運機場這樣是先到落成療養院，現正同三角業態實施到長山路附近創立近6公下，卻發生推升危機。陳天明對等新莊區公所設立土石流潛勢海流危險區嘅排講，都市計劃做到8到嘢，唔啲政府那隻單位有問題，也係三排體根本冇問題。都市計劃的邊緣會住在這邊。住在這個區域，這個蠻匪夷所思的啦。那我們政府這些所謂的土石流潛勢危險區這些部分有沒有？其實它揭露在地調所的網站裡面，還有很多，就算沒有揭露，它也是會崩塌。所以這個林口特定區保護區就是有這個特性。設計圖也都出來了，都市計劃也有第2期都有了。可是，在第2期呢，它確實是山坡地是30度的坡度，那我們就是擔心說，這個坡度如果這麼陡，會不會造成說將來你的水土保持以及你的這些廢污水怎麼排？這就是我們要擔心的。
三排铁水土保持困难，主头6月底，连电6几日台雨，台18线阿里山公路出口一节路本土石流压塌，送向高唔大。对恐怖方面来看，原來喺當個大面積開發冇做好水保，也喺嘉義縣政府已經合法開發許可農牧用地，看得出合法每天合理，沒冇保證安全。因為基本上那個開發案離台18線蠻近的啦，所以說我們是怕後續的那個降雨會對這個邊坡造成不利的影響。會看我們發現，它整坡的話呢，有一小塊有整個塌陷的現象。那塌陷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求地主去做緊急處理，有覆蓋帆布。前年大學生態內退休教師楊國珍，也喺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，佢帶人去中部大雪山區，一節路體型同阿里山公路同相搶，沿沿山頭規大片嘅檳榔園雜槍槍，喺落大雨山區路可能就過唔得嚟。我的左後方這個區域哈。就是我們在山的嘛，接近山頂稜線的邊坡上面，它是非常陡峭的。由這樣現狀看，它本來應該是種檳榔。那我們政府前一陣子就要砍檳榔，啊，你把檳榔砍掉以後，就變成這樣一個裸露。在那麼陡峭情況下，真的我們現在目前正好乾旱時期，如果有個梅雨過來的話，哈，那就非常恐怖。2012年看到台灣桃園700年，本大家看到台灣三拿已經唔完整咧，大家都蠻記起，唔過都見問題本還在。他在2013年的看見台灣裡面，他揭露了這麼多的違法違規的事項。他認為2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一個什麼是開礦的亂挖，另外一個是親近農場的什麼啊，整個一個亂象。但是已經經過這邊了，已經5年了呢。事情有沒有解決？沒有解決。從齊柏林看見台灣這一部紀錄片，真的讓大家看到整個台灣土地、山林、河川、海洋、濕地的這些污染哈。那我這空拍的經驗也5年多了，那讓我感受到的就是台灣這些重要敏感的這些區域哈，還是持續的面臨很多的開發的危機跟破壞。中華縣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家陽自從開始分空拍，對5年前繼續行郊的台灣，佢印象深刻的係對中橫公路下來，一座一座的山都頭種高山青菜，佢看到連細細家鄉一樣同佢種幾粒的玻璃菜落去，佢樣是將規則按等於邊方面寫下來，也係同宜蘭縣太同鄉的南山。在山坡地，幾乎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地方都種滿了高麗菜。這是非常壯觀，而且非常大的一片面積啊！所以當時我就用空拍機把這樣的一個，你可以看這沿山路下去，一直到河谷山坡地的部分，全部都種滿高麗菜，而且它這樣子水管還拉了很多水管，密密麻麻的，因為要澆水啊。對台七甲線下來，一直到對面河壩帶種南的玻璃菜，蔡家用貼片停下來看地形，看一規片的山排體整個，實際上台七甲線加上烏來撈沙，不應該有按太規模的開發。大家都有一種迷思，就是在高山種這些蔬菜水果啊，會比較甜，比較好吃，但是其實就是因為山坡地是一個比較敏感，容易崩塌。你只要超限利用這些山坡地，未來發生土石流或者是整個山坡地崩塌的這些風險都很高哈。那我覺得這就是超短線的在利用我們這塊土地。對今年5月的起事，台灣進入縣市政府層級的國土計劃審查，就頭擺啲嘢，其實地方政府的權力太嘢，又受到政治的影響。三排鐵工資強怕會很弱。當初我去參加這個審議會的時候，我就跟他抗議，是說你這裡是一個農場，你為什麼要蓋那麼大量體的飯店？他說我是老餅店啊，他老餅店他就是可以去蓋什麼就由他決定。我現在最擔心的是縣市政府審，當正在審那個案子的時候，竟然有當地的官員進來關心啦，我就只能這麼說，我也不能指明是誰。
立法院喺同民國107年12月18日通過國土計劃法，確認國土空間規劃全國指導規範。這國土計劃法，國土計劃分做全國國土計劃同縣市國土計劃兩個層級，將國土分做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、城鄉發展地區、海洋資源地區四大區。國土計劃法喺到105年5月初1實施，今年5月初1公告全國國土計劃，2年過後5月初1而公告縣市國土計劃，用2036年，也在民國125年做計劃目標年。考慮到未來20年全國國土發展，民間網定一隻法條會同亞土地利用按論情形同議論結束的。都計劃在台中來講，大概是24% 的土地啊，就是22萬公頃的土地裡面，大概5萬多公頃的土地屬於都計劃範圍啊，其他76% 的土地屬於非都的範圍。我們在2年之後啊，就是今年通過這個全國國土計劃，2年之後就會產生台中市的國土計劃。這個轉折是我們過去因為有2套奇怪的制度，我們2年之後它就變成是一個制度了。107年4月公告，問題是什麼？要2年後，縣市政府是2年，這2年他要去做出他們自己的縣市政府的全國國土計劃。那這之中呢？這之中是不是會有搶建或者什麼的？因為必須公告以後，全國國土計劃才生效嘛。國內 NGO 團體請關心喺國土保育區同農業發展區，尤其喺國土保育區係保護台灣山林嘅根本。照林務局統計，現時全台國有林地有153萬公頃，本區分做4部分，青島係自然保護區，佔咗43%。國土保育區大概差不多36%，那剩下的森林遊樂區加上林木經營區大概20%左右，那森林遊樂區大概只有2%。那18%、17%左右是林木經營區，那它的這樣子的分區完了以後，我們跟國土計劃法去做一個扣合，那國土它這4個區都落點在國保1跟國保2裡面。這國土保育區嘅分類，國保1係環境較敏感地區，比如講中央山脈係自然保留區、水庫、蓄水區等18類。國保2係環境較無敏感地區，比如講山排地、歷史建築等27類。NGO 團體希望保護條件較嚴嘅國保1而增加，又彈性國保2而減少，國土不較完整。我們的林務局還想要去把山坡地，有些說你不要給我劃到保育類。然後他告訴我們的理由是，因為他有一些是實驗林啊，那實驗林上面，你如果給我劃為保育類，他將來要做各種，像有一些教學要蓋宿舍，像我們舉例說，像一些大學好了，他們會蓋宿舍，會蓋什麼？他說這樣我就不能做。對中央全國國土計劃到縣市國土計劃，甚至包含大細細土地法規，可能出台灣法條都講唔得。台灣又未搶頭牌，山那邊嘅高素材冇人可以改，又係講天法都結法嘅國家。台灣不過做係一隻島，楊國珍認為重點唔係我有幾多嘅法條，係講他搞這規矩。台灣土地這麼小，我們的工具這麼的發達，我們很多現況馬上就能夠去了解。那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？就是一個我們現在目前的整個官方跟我們整個環境的運作，就是官商勾結，我們人情的關係太重要，而忽視了我們整個的理性跟我們整個的法律的運作。如果今天這個山坡地有一些也解編，然後這個水庫呢，我們所知道的很多水庫的上游有很多私人都是在做農舍開發，甚至有財團在水庫的上游買很大的地的。他不可能就說，因為你全國國土計劃出來了，我的地不動，到時候誰來監督？人了時候，全國國土計劃強怕唔會有結長遠規劃同看法，行卡受縣市政府同地方政治派呢下文用譜，最美國縣市國土計劃將會認真顯示，行卡保護唔到山啊，山排地係亂嘢亂建，按樣嘅國土計劃唔係按想看到嘅。